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齐英银。新闻一开始来关心2019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这真个乡亲嘛真关心。疫情继续伫传暂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开这个记者会，除了公布昨下晡的2例暗时，又新增加3例，连无去过中国的台湾人嘛得了武汉肺炎。有一对这个50多岁翁某，因为香港转机去意大利佚佗，也有一个40多岁这个女性去澳门佚佗，转来时拢确诊得了这个武汉肺炎。台湾伫一天内新增加5例，是疫情爆发以来一天新增加人数上济。最可能的是从这样的一个从香港的过境到他的目的地里面时间非常长，大概12个小时，空间密闭。无去过中国，毋过也是得到武汉肺炎。北部一对50多岁翁仔某，1月22对香港转机到意大利旅行，算到一半，2个人开始扫酷酷，翁婿还阁发烧。2月初因对香港转机回台湾，去诊所看医生，诊断是感冒。一直到2月初4，搁再去看医生，出现着肺炎的症状，病医通报，初六确诊是武汉肺炎。另外，也有南部40多岁女子，1月21到24去澳门佚佗，2月初出现症状，嘛伫初六被确诊武汉肺炎。这3个人因为是去香港、澳门佚佗，无符合当时的通报条件，当时认为因只是一般感冒的诊所，恐惊形成防疫的漏洞。第一线人员在做执行医疗业务的时候，本来就要把自己保护住。那这样，即使你误诊的话，你至少自己没有被感染。加上另外2位长期住伫武汉的确诊案例，敢是初六即天，台湾就一个手增加5个案例，因此香港、澳门防疫嘛升级。对香港、澳门自由行倒来台湾的，爱居家检疫14天，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无同，接触过确诊患者都爱居家隔离。不过，若是去中港澳旅游倒来，都爱居家检疫。2种情况拢免个外出，坐大众运输甲出国。但是居家隔离是卫生单位每天追踪2届，居家检疫是里长每天记录1次到2次健康状况，拢会用手机电子监控。另外，观光局宣布2月29进前暂停旅行社出团到香港、澳门。陆委会嘛宣布，初7开始暂停受理港澳人士来台签证，希望全面防止疫情扩散。